创啥要唱歌啊？吼，到底在唱啥啦？要唱一个外国腔啊，嘿，我你听袂出，我你唱台语歌啊。哦，你讲有听出我唱倒一条？唱台语，对啊，佮唱一解。我甲他跳毋免惊。对，头前到底是啥物？我走伊嘛啦，咱等下看咱原唱会当替咱唱一段无？我感觉觉这有淡薄困难。你是讲唱甲像你安尼淡薄困难？唱甲像我安尼应该是真简单。啊，无困难的点是倒位？原唱唱甲遐好听，我感觉有困难，还非因为迄常困难。超过我的紧绷啊！嘿，安尼请原唱来唱好啊！好啊好，咱加话莫讲哈，安尼紧开始。好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课的 Park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来节目会透过对位来小个一个生活上的台语书。遐个甲观众朋友下一批用台语聊出来，你怎啊？看到缘投的你会紧张，看到水查某囡仔你嘛会紧张，你紧张甲无声，紧张甲拿后缩去。奇怪，看到水妹仔你会安尼吼？嘿对。真诶，阮节目较罕有水妹仔来哦。咱现在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这是啥物人咧？大家好，我是 Jenky Bell， 你好，就是迄个 Bell。阮等下若是无迄个 Bell 的时阵，你爱甲阮纠正哦。我就是上爱你即种外国的口音，安尼啊，念起来做标准的。无你来一段，就是毋是台语的，外语的。Hi, I'm so happy to be here。就是安尼啦，就是即种声啦。乌边。黑边啊，黑边，我黑边伊白边啊，黑边白边，对，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啊。好，安尼想要请问前期是倒位人？Bell， 我是，你讲我最好听呢。前期 Bell， 拢最好听，拢最好听。欢喜个，我是高雄人，台湾人啊。啊，请问你敢自细汉就讲台语？对啊。我自细汉就讲台语，所以恁兜拢讲台语。嘿，含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，等等，若他都讲华语会怪怪，硬拗。哦，是哦，嘿，讲真诶，但是讲真诶，你诶外形看起来，确实甲咱这一般讲台语诶人诶，迄种啥物啊，头壳内底迄种恐惧力诶形象较无共款。啊，毋过台北人安尼讲，我拢有一点共苦诶，我认为有一点感觉，为什么讲台语诶人会疯？毋是因为你诶打扮是较迄种。西方型，对，因为西方型你若讲英语，我就感觉哦，就是你就是你正常诶，对，你诶形象就是我知影迄种。但是你若转到台语诶时候，我个想讲，我会你讲，哇有外语啊，人伤水啊，迄个气势诶关系，我就是气势诶关系啦。哦，所以恁规家伙拢讲台语。对。啊，伫咧读册诶时阵嘛是拢讲台语。对啊，毋过若哈出去学校，阮姐姐较好笑，因为大我6岁，伊含我共款自细汉讲台语，因等到换伊去学校诶时阵，变做含朋友咧讲华语，有小可伊朋友袂怪。啊，我嘛是啊，我应该嘛小可，毋过足久之前我无印象，啊，我知影阮姐姐有安尼状况。哦，但是讲真诶，就是我到当看你诶面啊，我咧讲台语诶时阵，我感觉哦。我是真无想，你斗袂开哦。对，想袂到你的台语才好安尼。其实我上好的是台语，来是英语，来较是华语。但是我咧讲话的时阵，我感觉我较自然。我有当时啊含阮男朋友咧讲，冤家的时阵，骂人的时阵，一定是补台语出来对嘛？对嘛？我就是讲，不是这么说啊？迄就是无语对。我你讲生气惊到的时阵，你第一个补出来迄句，就是你的无语啊。真的是安尼。啊，你甲伊冤家，你甲伊骂台语，敢听有？伊会感觉讲，伊咧真正咧生气啊！伊真正心情真正是个遮着啊！伊就知啊。只要讲出伊听无的话，伊就知影讲你甲遮着啊。对。安尼介绍者，恁男朋友是倒一国的人？加拿大。哦。恁两个敢是做工课熟识的？伊伫 YouTube 找着我，所以应该是安尼讲无毋对。伊伫找着我唱歌的影片，伊讲伊敢咱加合音入去。我讲好啊，就熟识啊，做在真正，算合作安尼，嘿，所以是合作了，做伙啊，的合作，感情的合作。你敢有想过你来阮遮会变做是即款节目啊？对，我做过侪诶。哎呀，我无想讲会含伊做伙，啊，伊是2020几年啊，差不多4-5年前熟识诶，啊，伊尾啊差不多
3年前来台湾，伊要会再找我，想讲无见过面嘛，见面看觅，来12天，伊感觉台湾那遮好，伊就是决定搬来台湾1年。哇，对，所以为爱搬来啦，哎哟，伊当阵其实就已经介意你啊，对无？伊毋敢讲对无？做早之前，杀掉安尼，杀掉你，鸦片搬来台湾。想要甲伊带伫咱台湾。我笑到大声。我今日音乐混弄起来啊！拄着歌手就安尼，拄着歌手就是要表演一下，讲笑的。哦，所以伊当阵搬来，结果恁了，安尼算网友见面，对，算是网络 YouTube。你伫咧网络面顶会使捉着家己的女神，哇！哦，我感觉哇，我嘛无想到呢。我要传讯息啊，阮翁啊。甲你介绍每一集拢免讲，每一集拢免讲阮翁像，阮翁是金城武。赞。你想要问 Bell， 就是你较早读册，敢是读音乐相关的？毋是，我毋是科班出身的，毋过我是自细汉就做爱音乐。阮阿嬷教我弹钢琴，所以我做细汉我阿公教我唱歌，所以我差不多会晓讲话。我感觉应该是，搁伫我妈妈巴肚的时阵，你就开始你的音乐爹地啊。对，因为阮爸爸妈妈我伫妈妈的巴肚的时阵，因就会放古典的音乐互我听。阮姐姐迄个时阵有咧唱，所以我感觉我可能伫巴肚，但是这是真的有听到。恁姐姐嘛是歌手哦？伊毋是歌手，伊尾仔伊无兴趣，伊是互阮阿公逼的小可。应该嘛毋是逼，就是讲因为阮阿公做爱音乐，就教阮唱歌。阮姐姐就是生出来第一个就互掠伊唱。所以尾仔你出来了，大家精神的注意力你遮，因为你个爱唱，所以伊就向解脱安尼。对，伊就解脱了，自由啊，自由咯，安尼伊应该做介意你即个妹妹。对，伊做爱，我是因为伊我较出世的呢。真个？因为阮爸爸妈妈迄个时阵做换生囝，伊毋是讲感觉要生，毋过阮姐姐一直讲伊想要有一个伴嘿，伊拢会摕一只红仔囥伫迄个车内底安撒，讲妹妹啊，就是伫遐含我讲话。阮爸爸妈妈讲，有可能真正想要一个妹妹。嘿，伊到时是弟弟变啦，万不动作妹妹的叫是弟弟，搞伊穿女装。真的，伊真都会甲因囝穿女装。这是会使讲的吼，这是独家。这有鸦片会使甲讲，就是完全无想讲我这个人介意的小代志，听我讲。歹势，遮做白目的，所以我想要甲讲一下，做好笑。袂，听起来真古锥。因为阮感觉你就是唱歌，常常感觉你的音乐底底真深嘛。对啊，你应该是有天分，我个做书做琴，做书也有芳饭要互伊食。因为我真正敢若对音乐，敢若音乐好尔，其他拢那什么这人生了水啊！气质个好，你看，唱歌，对，搞唱歌，你看，讲台语，讲英语，拄则赛车技术嘛袂歹。好佳哉，可能拄好，他们拄运气较好，无甲恁头前弄甲，无甲恁卡着。阮无要伊去弄着阮的壁，但是阮较要伊弄着恁的车。之前有来宾来去弄着跟你的车，伊的电火迄挂规个落来。你讲伊迄修理啊几啊千？迄袂当怪恁，爱怪家己开车的技术。我毋敢讲。歹势讲，对，听讲就是你出国读册是有原因的，该咱甲阮分享一下。头我有讲嘛，就干那要唱歌尔，逐项拢无偌好。因为我伫台湾有读高中，读到一半，恁知影台湾的课业就是做重的，对我读科拢歹，我敢若英语好，所以我爸爸妈妈感觉我做艰苦的，因就讲也无规气送去国外呢，对，英语好。对，拄好伫迄个适应，对，伫迄个文化内底，互因较袂感觉我全要忧郁症啊，因为我真正是为着考试，而且阮班拢个是自由班，所以压力有够大诶。哇，自由班呢，而且我的数学真正做歹，够共款啊，我嘛是，数学袂晓就是袂晓啊，你讲，真正连题目都看无。重点是迄老师佫会甲你逼。你若考无好，佫会去互拍。你敢有去互拍？有啊，我互拍掠拄互拍。我拍到要死要我手要断去啊，无就写字啊。真正，所以真正是做艰苦诶。阮以前该发写呢。哦，恁爱发写，恁敢爱补课？有啊，拢爱啊。
你就是迄数学毋对，你就爱罚写100遍啦。哦，通常我两支手安尼黑白抄，黑白抄，你一支手摕2支笔安尼对敲对，你根本就毋知家己写啥。根本画写嘛无好，我毋对知好好啊是咧画。嘿啊，给它逼掉，你的影片会记你这段，真诶是咧，你影片袂使甲这段加出去哦。我会甲你逼掉好了，但是你生啊遮水着，我感觉迄数学你若做厉害，我嘛会感觉哈，真无公平呢。对，真无公平啊！你若啥物拢会晓，我生啊水着安尼，啊，我搁活咧要创啥？你去国外是读音乐是无？毋是我读普通诶高中，所以我逐科拢读。我主要我伫遐读，主要是拢修画图，因为我最爱画图，嘿，所以我去遐较接画图安尼。美术的，对，会晓唱歌，搁晓画图，他就是一个去一个文化美女啊，对无？伊有人一个水水坐伫遐，然后伊不要读册了，只好做一寡读册无关系。但是你讲你去遐普通科啊，因遐就是数学较简单，晓无？我感觉加做简单，因为我常常伫台湾拢照车买，去遐我常变全班第一名。所以大家我要妈妈，我要出国啊！别别讲，明仔出国。你去倒位，你甲阮介绍者，我嘛要去。连我迄数学老师拢讲，你是毋是伫台湾已经学过啊？我讲歹势，这阮国校的时阵就教过啊。所以因为阮国校嘛是美术自由班，所以阮老师教的数学已经做烂啊。迄时阵就开始教做进阶，所以我做艰苦。哦，对啊，我规个读册时代伫台湾是做艰苦的。一定的，一定的。恁家一定知，咱拢伫台湾大汉。我本来要讲，我要讲隔壁的美术自由班，因拢够含的，因连迄运动会啊、体育比赛拢要赢呢。对啊，真的。我讲你著迄画图的人，你著手真厉害的，好啊！你连招标拢要赢，然后什么意思啦？因拼甲呢，因暗时留落来读册哦，啊读册读，因著走去找迄运动就是员。老师咧我想讲，逼他。我想讲是咧创啥？你知影除了迄，今日这就是咧讲啥？重点是你知影喏，伊连迄全国比赛拢要拼冠军。逐项拢要赢，只要是比赛拢要赢。看无呢？恁是美术呢，毋是啥物拢术呢？迄自由2字的呢。对啊，真的你压力真做大的呢，做大，所以你家在恁爸母真开明啦。对啊，因感觉讲着找真爱囡仔着找着家己爱的代志去发挥，安尼较袂艰苦。哇啊，但是你迄外国的迄学校是上镜的。阮爸爸妈妈敬，我嘛毋知因安怎敬，因敢若着想讲好。我讲恁爸爸妈妈会使出一集啊，替囡仔找一个天赋。因真正足好诶，因足开明诶。嗯，好啊，恁想要请问讲去遐读册是读普通科，啊，啥后来想着讲用即个西洋的歌曲来创作台语歌呢？这我定拄嘛，应该足侪人有听过，拢有知影我写台语歌足大为着阮阿公嘛，对因为阮阿公过身之前讲台语是咱的根，所以伊知影我最爱唱歌，伊讲安尼，你著爱唱台语歌。哦，而且我听的音乐，因为阮爸爸的关系，伊自细汉就拢互我听西洋的歌，哦所以我较受着较侪影响的是西洋的音乐。嘿，所以变做我自然写出来的物件，音乐的部分听起来就较西洋。嘿，哦，啊，我因为台语我较敖讲嘛，我较习惯，嘿所以我就会用台语教你啊，就变安尼啊。哦，所以嘛，毋是讲调工要甲因囥做伙。所以是自然的行做伙啊。对，就自然写出来就有迄个感觉。但是有的人一开始深透，因为台语歌其实伫咱普遍的印象内底拢有一个迄个模样。啊，你常常要甲伊囥入去的时阵，你家己讲，就是有感觉奇怪，是讲，有感觉啥物物件较适合，啥物物件无适合无？啊，袂呢，我其实一直拢感觉，我咧写的时阵，我就会感觉讲，我感觉听起来做自然的时阵，我就感觉着讲对无共无好。我顶多会感觉讲，这听起来含我细汉唱的是无共的歌。啊，我家己会感觉讲这是无共的风格，我感觉像会当试看觅啊，而且佫是我较习惯的方式。听讲男朋友嘛是伫你即个创作的感情内底一部分对吗？敢是？对，因为伊知影我做想要推广咱台语，所以伊就搬来遮想讲含我做伙拼看觅啊，就是陪我做一块专辑。含我做伙推广，帮我翕影片，因为即摆自媒体最重要的。啊，不过今年的唱片公司就会甲我讲，你是歌手，你毋是网红，你是咧含人翕什么影片，毋好污黑，就是安尼恁的层次会无共。我想讲什么叫做层次？我感觉
自媒体是互全世界看到的方式，所对以咱透过这个方式，而且阮男朋友真帮我做这个，这真正不是我的代志，是企划2人企划。唱片公司嘛真奇怪咧，你自媒体你有流量，伊爱欢喜啊。对啊，你家己本身你家己宣传你呢，凊彩发一个物件就替因找流量，啊，你的名就会冲出去，伊哪会无欢喜？唱片公司伊哪会感觉宣传啊，伊哪会感觉讲你做的物件就是较比人安尼，毋知，我感觉拢有好的所在，就是目前有因的优点，啊，艺人嘛有艺人的优对点，但是可能是包装的关系啦。有可能，我是感觉互相学习是足好的代志，啊莫去共看价嘛，莫去感觉家己特别高安尼。哦我想感觉啦，袂歹袂歹对。啊，我想要问讲，就是袂种人定定看到你甲外国人做伙唱台语歌，想要请问讲，因拢安怎记歌词啊？我先教因发音，啊，发音我用因家己习惯的音标对去写，所以阮家己发明，因为因无可能一看就看有台路嘛。对就像阮男朋友伊家己有发明一寡写的方法，譬如讲咱台语是毋是有无即种音对 soft 嘿 beat，像讲做梦，对咱袂讲做梦。哦对啊，个英语音无对即个音，所以伊家己就发明写一个 six， 一个六。嘿哦啊，伊逐遍看六，伊就知影讲迄是无。都是迄个音，对对对，安尼哦有家己跳呢对，有家己一个系统。啊，有传互恁的外国朋友无。有甲因讲，变做一种教学的系统啊！啊，伊男朋友是毋会出一个 bell 系统，专门互外国人唱台语歌的 bell 系统，因为伊才爱你一定甲迄个系统号做 bell 系统。我嘛感觉对，因为伊连手机拢我的相片。我是感觉足酷啦，就是看到母语毋是台语的人去传互，嗯搁较侪人看到，对啊感觉对啊讲心情足好诶。嗯哦，听讲你当开始要唱歌啊，唱台语歌，收到即个职业，敢会当甲阮讲一下收到啥物款的内容啊？这就像像欧边有甲我讲你看起来就是袂晓讲台语的人嘛，毋是看起来毋是歹势，我甲你，我是讲，哎对啦，我讲的啦，就是大部分是即种职业，我毋是即字呢，我是安对，尼，就小看迄个印象，对，无甲你讲一个生笑嗯，只是迄个时阵公司会感觉讲，我有甲因讲我想要写台语歌，对，啊因甲我讲，哈，毋好，哦，我感觉是因为你的外形，因感觉我会当甲你包装去做别项。因咧对，因当初就会对吧感觉讲，迄含你无共路啦，毋好想迄。形象无共安尼对啊。啊，我想讲，哪有一定，是安怎一定爱共路？对大啊家人印象中的物件是安尼，那会当去对啊，改变。这个世界就是爱反差，才会古锥啊。所以我伫个，我就一直感觉讲，那安尼，就是做想要做家己的代志。啊，所以尾仔就是所以尾仔安尼才就同意啊跳出来的对啊。伊无同意，就一直无同意。啊，我尾仔我喊名解约。哦，离开迄个所在，对对对，离开迄个。钱死人无呆啦，想要创啥创啥，有实力，对，咱有实力，钱甲伊牵出去，咱就使做家己主意。你当初要加油的时候，你男朋友搞支持？迄个时阵我还袂熟悉，足早，我会跟哦我会跟足久，我23岁就搬起来台北啊。啊，你讲你讲有甲伊讲过即件代志？有，你若搁问伊啊，你就讲，假使有一天我若当初甲你熟悉，我要加油你，你感觉啥款？我感觉会，我感觉是，我感觉真正都支持我呢。啊，我感觉你伊讲啥，伊拢讲好。伊会帮我看即个形式敢有适合，哦伊会去帮我分析一下。哦也是较好我想要问伊，家己本身是咧做啥物的？哦，伊伫游轮顶管唱歌弹钢琴，哦，所以做大台嘿？伊家己嘛是创作歌手，嘿嘿。哦，这想要去坐游轮？会使啊，恁6月要来日本找我无？有听家人，你能去家人去哩？雄雄，主管有要出差啊？迄经费算算的，看有够无？一工有一工，阮就坐去啊，个等搁等来为家人去哩安尼，啊暗去坐时才落你个住安尼。可怜，然后连驶出去都袂使，才敢若伫咧原地。好，啊，你讲唱片公司无支持，啊，你刚有收过什么款的内容？我感觉一开始的时阵，拄啊发专辑的时阵，对，真正有足侪人会听袂习惯，所以就有足侪声音是会讲，这根本就毋是台语歌。嘿，听起来无像台语啊，根本台语毋是生安尼，拢没有看歌词，拢毋知唱啥货，但是有足侪即种的声音。啊，你当阵心肝敢有受到影响？
还好，毋过我会感觉讲，为什么台语歌爱有一定的型？因为我感觉逐项对啊，拢代志也无绝对啊，是安怎台语歌一定要写转呢？对，所以我得感觉讲不要紧，大家只是爱袂适应尔，伊需要较侪时间呢。加唱几条呢？对，唱起来。所以就是继续做即件代志，我感觉是对的。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做乐观的，因为有的人会因为大家人一直甲骂是创啥会累字，你知无？我有人拢纠起呢，有当时嘛会，毋过我袂纠伊，只是心会袂无话爽啦，是不是？你会甲伊错，你有爱情的，你有爱情的力量。我是感觉讲一定会有艰苦的时阵，毋过好玩、想起玩嘛是继续做即件代志，莫伤济内耗。对啦，我嘛是搁咧拍拼，因为我有当时嘛是会艰苦啦。对。好，安尼想要请问讲，伫咧友台阿明的节目内底有讲到讲，你上新的即张台语的单曲，敢是一张？这个是算一张？对吧？即张单曲嘛，吼，即张 Coming Home， 歹势我讲念着，我听对，是要写互爸爸妈妈，因为你惊因无看到你成功的模样，但是你看你即摆已经出手片啊，嘛已经摕到 GMA， 你感觉你家己敢成功啊？完全袂想安尼呢。因为成功的定义，我感觉每一个人无共。我家己是感觉，其实若要讲嘛，是会感觉伫事业上我袂达到，我想要达到，因为我希望台语变做 T-pop， 这是我的目标做大。我拢爱甲我的男朋友讲 ，Oh my God，I'm hopelessly ambitious， 还是啥？就是做雄心壮志，做者。毋过我会讲不要紧，嘛是爱。咱是爱豆来，对，卖伤急，所以我少年着。对，所以我会感觉讲真正达到我迄个目标，我真正足侪人拢咧听台语歌的时阵，较会感觉讲成功。毋过若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感觉是成功的，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佮健在，因身体健康欢喜，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成功。所以你爱看，你爱哪个看？若事业上我搁咧拍拼，就是恁爸爸妈妈会讲，你看阮查囝得奖啊咧，你看阮查囝出手片啊咧，你看电视阮查囝咧，对无？而且你阁有甲迄你的歌哦，对啊，你的歌啊，阁有迄蔡振南老师，对，振南老师嘛，甲你学了啊，伊叫你继续唱啊，伊讲你唱出来台语歌无共款，就是爱安尼水开。对无？就是一种前辈的鼓励啊。对，听众朋友甲恁讲，拄则咱这个伯友来的时阵哦，伊规个人做亲民的呢。哦，这我甲你用就好，这我甲你用，惊着咧。原本想讲歹势哦，对，一直讲歹势一点，哈哈哈哈哈！我想讲，原本想讲，这水水的查某囡仔有无？而且是一个无啦，你咩啦？我无讲啦，明星啦，就是我来可能拢有一点啊，老推。较悬啊，对，但是无呢，背后完全无迄种感觉呢，讲惊着，而且伊本人气质较温柔，安尼吼，对，因为你可能伫咧影片面顶较有气势，而且你唱歌的时阵做有 power 的，对，所以就是你互人迄种感觉做自信足水，感谢，本人嘛足水，但是本人的水是迄种是不是？哦，地当啊，地当带开做某诶，水甲地当，男朋友你有听到？今年哦，男朋友滚生笑。安尼想要问讲，你未来讲，有想要去倒一个领域试看卖咧无？我毋知呢，因为我会晓的物件嘛这尔。我有想讲想要有家己的迄落啦品牌，品牌对，毋过我毋知要卖啥。毋过我最爱含衫有关系的物件，毋过我无确定，因为我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嘛，所以我可能会想讲想要有家己，我最爱家己经营这件代志的感觉。对，以后发唱片的时阵就送一件衫，你成本够伤贵。无啊，买唱片送衫，甲背后共款啊，就是歌友会啊，到时阵签名的时候，我们歌友会拢穿共款的啊，对无？毋过我真重点较放伫音乐啦，就是我想要互台语更较侪人听到，对，所以互愈侪外国人听到台湾，因会想到台湾诶语言、台湾的文化，这是我真较想要甲我的快乐放伫遮。对，那是音乐剧咧，对无？音乐剧袂使啊，对，那含对啊，佮唱歌，啊，佮再演者，佮你规个人水水落再出来安尼，好无？对，含咱文化有关系，我感觉我拢会当试看卖。各种台语的啊，啊，拄则有听到你讲，恁外国朋友看无台了，听起来是你有伫学台语哦。我家己因为咧写书的关系，我无想要。黑白写，所以我拢会哪写哪查，对，所以我就家己有小可
知影迄个系统。啊，我进前做细汉有一个台语演讲的老师，伊嘛会甲我帮我写，对，甲我教。有诶人啊，就是因会感觉讲，就是你唱起来无成台语，伊会去甲你调对无？哦，对，啊，毋过自从我开始翕教台语的影片了都无啊。因为做人，伊会当作我袂晓讲台语咧唱，啊，毋过因听着我讲台语了，他发现讲原来我的台语讲啊遮好，因就袂去伫遐安尼543的。对。因为有一寡人啦，因可能是因就是较听读台语，伊会感觉讲是袂晓台语的人伫消费。对，因可能是原本是安尼的心情。有可能，因为当作我袂晓讲。对，因为看开，过来啊！袂啦，你以后阮就知影，阮就知影讲，这生在呢水当当都会晓讲台语啊，对，唱台语歌无问题。因就发现讲，你毋是伫消费台语，是真正伫介意台语，爱台语做即件物件。对，所以因就会变甲你支持啊。即种铁粉，乌粉就会变铁粉，乌铁粉，乌金啊，乌金啊呢，铁啊呢。敢会乌？可能无遐乌啊，应该都袂变乌啊。对啊，因会变红诶。各位问讲，就是你最近有推出一个合唱的歌，叫我讲台语，内底你有唱了迄歌词，暗中细粒吞大，你用唱的话，将我底甲尾喘气。是毋是就是咧讲你头前拄着遐质疑的声音？对，恁有够用心诶，恁有够用心诶，佮甲我的歌词写出来。对，无你要唱一个无？我唱一个哦，我唱一个，免来唱。我的阿公啊，你敢有看见暗中细粒吞大，将我地甲尾喘开？安尼。对啊，然后舞台顶面，舞台顶面有人骂我无规矩，你爱我规你做梦较紧。哇！我等下个要点，对，就是有足侪人会甲你讲啊，唱台语毋好，啊无就是讲，可能是我唱歌的腔，含一般大家人听到的，感觉讲这边问题毋是台语，我毋是安尼唱，台语我爱安怎唱咧？爱我无法度发出来，我敢来人对，那是感觉讲有一个腔伫的，所以会变做讲，我安尼是。应该是讲因无看过，啊，有的人因就感觉讲这是因无听过，因就会无认同。嘿，对，因感觉讲这毋是正统的台语，啊，毋过啥物会叫做正统的台语？对啊。但伫美国遮尔侪州有遮尔侪腔，啥物会是正统的腔？对，南部有腔，北部嘛有腔，咱中部嘛有腔。对啊，对，就是会无啥共。对啊，不然就是无共腔口啊。每一个所在腔口无共啊。嘿啊，就像你是谁？你会安怎讲？你想。我是讲你食，我姨，对啊，是讲在笑亏，对啊，所以其实讲真诶，台语万底深刻，有真侪所在有无共款诶腔口，所以咱袂使因为讲咱毋捌看过，就去无承认啊、好认啊、无认同。我感觉即个态度，咱爱尊重啊，新诶即代人爱改，对啊，而且爱鼓励，因为我看你拢足鼓励大家讲台语，我感觉。就是袂晓，就是学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就是爱大胆讲出来，讲毋对嘛无要紧啊。对，较个改就好啊，因为你无讲，拢永远拢无人听到。对，但是拜托这线顶所有会晓讲台语的人，你要讲纠正的时阵较温柔咧。阮一粒心放伫遐，你讲台语已经足紧张诶，你搁向足歹会甲阮骂。我会想讲，我无呢骂着足侪惊诶人。对啊，我会想讲，哈，安尼我无适合讲台语，哈，我无适合活伫即个世间上，哈好啊，我即世人我莫讲台语。你知道？倒是一个番号歌，听讲你伫拍即个 MV 的时阵，有一场是伫拍麻将，伊叫你演一个做够拍麻将的人，但是你袂晓拍麻将对无？我伫讲歹势哈，你互我小可一个时间，大家都伫等我，因为我伫跳场，伊伫讲啥物，就是讲一寡迄麻将咧讲的话，我毋知影是啥物意思，伊就讲不要叫你气死啊，演落啊，气死搞啊！你摆弹出去啊，演落，气死就来啊！你看起来足够诶，无啦，我袂晓。无人相信，你看起来我毋是演落啊，啥物袂晓就甲演落啊。因讲迄有一个曲折，我是毋知，但是我知影讲就是因就是讲演落就对啊，啊结果因拢甲我骗，拢甲我骗钱。我无啥会晓拍啦，啊就讲黑白拍，因讲迄新手就是安尼，有一个新手运。啊，因甲我拍，因拢毋知我头壳咧想啥，因为因拍牌的人，甲我拍牌的人，因头壳拢有一个理路，安尼哦，拢会以为讲对方会出啥物牌，创啥，无，
我拢无照规矩的，我想要拍啥就拍啥。绝对拢赢因。有当时啊啦，运气袂哇，歹。够搞诶！我毋敢甲你拍，因为我感觉你的狗仔就是安尼强碰。哦，我都两个我新手的呢我感觉我的头壳无迄个。两个新手可能迄运气会变去。看你安尼带外国人唱台语歌，啊，大家嘛对咱台语歌，讲台语嘛拢做有兴趣，感觉足趣味嘛，感觉这个语言足水的。你要伫个线顶甲阮一寡伫学台语的人鼓励者。我感觉足好诶啊！我感觉若哈输有心想要学，有心想要讲，莫惊讲会拄着批评，嘛莫惊讲人甲你讲啥，就讲啊，惨啊，是毋是我无够好？莫遐尼紧就去反省家己啦。我是感觉反省家己是对诶。啊，毋过你爱看时阵，有诶人真正是为着批评去批评，对啊所以若哈是有建设性诶，你去甲听，去甲看，不要紧。我感觉这会进步嘛，我感觉安做好。啊，若卡输是迄条工，就是较情绪诶啊，对，啊，无就是出世来就是讲话，就是要共伤害啦。对，我感觉迄咱着莫放伫心上，莫袂得过。嘿，对，我感觉就是个放好气啦。对对，放好去啊，专心伫家己想要做诶代志顶管。对啊，我感觉安尼是较好，对家己嘛较袂遐尼艰苦。真诶。安尼我想要请你做一件互我较欢喜、袂艰苦诶代志。所以奇怪，要叫伊甲我骂。对，即侪人讲做爱听我讲，甲人甲我骂。对啊，我讲你人好好，我人若拄着好人，我歹袂开。啊，所以你无得甲我歹者啊。你爱变歹人，我较有法度。哈，我歹起来啊！哎，我会使要求你现场甲阮唱一下即个《Coming Home》，哦，好啊，好无？哇，我听你，好，恁要煮歌。拢好啊，非得版权是你的，你莫甲阮告。你决定，你决定。等下我起一个去哦。好。恁讲的话我有在听，这啥物拢毋惊，流着目屎暗暝啊，举着电话线的毋敢敲，想着迄早所艰苦，你嘛毋敢出声，甲所有好的拢留予我。即马你免搁烦恼我，我会落地慢慢行，找着恁的勇气啊！赢过任何啥人的手纸，以前的梦是想要互恁请赢，即马无共项。我歌甲恁听。我起鸡母皮，欢喜一下好啊！结束这节目到这。伤欢喜啊，伤欢喜啊！这个台语歌，这个台语歌啊，对吧？对吧？我每个唱完，我每个出嘴啊，我每个后面唱歌啊，你这现场鬼的哇！笑起呢，好你刚才这眼皮无迄条烂，你知？你欢喜个，我真正要笑死啊！不要阮笑死吼！你想讲这两个笑的，那激动，就够醉。好，感谢Bell今日来阮节目，感谢欧边的邀请，免客欧气。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想要听更较侪 Bell 的成长的故事，会当去阮友台阿明啊吼，会当去阮友台阿明呀吼，阿明呢发票要甲你寄过去啊吼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是阿明的迄听友吼，去甲伊讲者吼，呢发票要寄过啊吼。阮即摆迄节目拢互相安尼送来送去，足够醉的呢。而且阮拢会去听讲你伫伊遐讲啥，阮伫遮就是甲伊跳过人过，莫讲共款的，够用心的。较袂讲你来拢是讲一寡款的啊。对啊，而且阮这上心的，你知影，过来过两工就要去你啊，因为阮要配合你的 MV。哎哟，对，所以你今日录了，过两工你就听到啊。哦，足用心的，感谢感谢。嘛希望讲你即个踢拍的梦想继续去行，需要大家人来拍拼，阮会继续甲你支持。感谢阮会伫你后壁呢。需要愈侪人做伙唱，做伙讲。阮干来当伫下骹唱，阮无法度面面唱啦。阮会继续讲台语来甲你，对，替你下音来甲你推广啊。啊，若噪音你莫甲阮拍着。我若噪音你会使甲我骂无？安尼我即摆会使甲你噪音。这想要互你骂呢，吼。想怎啦？无你现场佫愈温柔，佫足想要互你骂。因为来宾来做温柔，拢叫伊甲我骂呢。真的哦，真的，你有被怪癖？毋是，最爱红。毋是，我就足介意看，我足介意看恁这安尼温柔安尼讲骂迄种反差，哦，看起来足水诶。安尼哦，因为拢无歹安尼。对，拢无歹诶。迄工甲我讲，因拢甲我讲歹者讲，唉，
无啦，无歹，无希望希望好，安尼阮就搁期待你搁较侪新的作品。对对对，哦，最近要发现啊，差不多搁一个月，搁一个月一个月来的有新歌。哇，这新歌敢会使偷唱？袂使。对，因为讲笑的啦，讲笑的啦。伊就不甲我骂，吹，伊家己不甲我骂，你看我本来想讲甲伊黑白乱讲，甲我骂，确实，伊惊着。对，好，安尼阮就期待后个月新歌。好，好，对，伫迄个网络顶管拢会有啊，所有平台听有 YouTube、Instagram、Facebook 拢会当看到消息。Facebook 我好听啦，好听。因为阮台式英语啊，拢无迄种 Q 我的咧。 FB FB、IG，吹，我觉得给我吹对，Threads 吹， Threads，我跟你讲，你练迄个 Threads，你来，喙乱收者哦。这耳机有迄声音片的人可能起笑。真的。好，更是感谢北欧来到咱现场，感谢大多谢家，感谢好，我安尼们。差不多会当收尾哦。好，那安尼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。小酒们，来请问。多谢大家努力。